歡迎嚟到故事茶座，我係 Max， 今晚同大家講一個關於香港電台嘅懸疑故仔。電台嘅午夜來電，你有冇試過喺深夜聽收音機嘅時候諗過打電話入嚟嘅人呢？可能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嘅。今日呢個故仔呢，發生喺1997年嘅香港一個落住大雨嘅夜晚。你有冇試過喺深夜嘅時候聽收音機，當周圍都好靜，淨係得你把聲同埋電台嘅音樂，但係你有冇諗過喺電台嘅另一端打電話入嚟嘅人，可能唔係屬於呢個時代嘅？陳志強啊，個個都叫佢阿強，係一個晚間電台嘅節目主持，佢主持緊一個叫做深夜心聲嘅節目，每個禮拜六晚呢，由夜晚11點做到凌晨3點。佢做咗呢份工8年，對於深夜嘅孤獨，佢已經好習慣嘅。阿強嘅節目好受歡迎啊，每晚呢都有唔少聽眾打電話入嚟咧，同佢分享心事。有啲係失眠嘅老人家，有啲係啱啱收工嘅的士司機，仲有啲係失戀嘅後生仔女。阿強把聲低沉溫柔，好似一個識咗好耐嘅朋友咁。呢一晚呢，落住好大嘅雨，節目差唔多去到尾聲，阿強準備播最後一首歌嘅時候，電話忽然間響起，佢望一望個鐘，凌晨2點13分。通常呢個時間已經冇乜人會打嚟噶啦，佢接起咗個電話，電話嗰邊呢係一把女人嘅聲，把聲好溫柔，但係聽落呢有啲奇怪呢，好似隔住一層紗咁，有少少模糊，有少少遙遠。佢嘅廣東話帶住70年代嘅口音，同而家嘅人講嘢嘅方式有啲唔同呢。咁個女人自己叫李淑嫻啦，佢話佢好中意聽阿強嘅節目，仲話佢每晚都會聽。咁但係當阿強問佢住喺邊嘅時候呢，佢嘅答案呢令阿強呆咗耐啦。佢話佢住喺九龍城寨附近嘅一棟唐樓，仲話今年係1973年啊。阿強心諗，又係啲無聊嘅惡作劇，佢做咗咁多年電台，咩奇怪電話都接過。佢笑住同對方講：1973年啦，咁你嗰邊而家係點㗎？佢諗住對方好快就會穿煲，但係個女人講嘅嘢越嚟越真實。佢形容緊70年代嘅香港呢，嗰陣時嘅巴士有售票員啊，街邊好多大牌檔啊，啟德機場嘅飛機喺頭頂飛過。佢講嘅細節好精準，好多嘢係而家嘅後生仔根本唔會知道嘅。阿強開始覺得唔對路，忽然之間呢，電話斷咗線。阿強望住手上面嘅聽筒，呆咗幾秒，佢嘗試打返去，但係個號碼呢係空號。佢望住錄音室嘅窗外邊，雨唔知幾時停咗。呢一晚呢，佢成晚都瞓唔着。第二晚，阿強返到電台，佢心入邊仲係諗住尋晚嗰個電話。佢同自己講，應該只係一個好叻嘅惡作劇，冇必要咁在意。咁但係當佢行過走廊，望住牆上邊嗰啲褪色嘅舊節目海報，佢唔知乜覺得今晚會有啲嘢發生。果然到咗凌晨2點13分，電話又響咗。阿強望住個鐘，同尋晚一模一樣嘅時間，1分都冇差。佢隻手放喺電話上面猶豫咗幾秒。窗外邊閃嗰度閃電，跟住係隱隱約約嘅雷聲。佢深吸一口氣，接起咗個電話。阿強，係我淑嫻，又係同一把聲，同樣溫柔，同樣好似隔住好遠咁傳過嚟。阿強今次冇笑，佢認真咁問淑嫻：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你嗰邊而家係咩日子？淑嫻同佢講啦，今日咧係1973年6月18號啦。佢老公咧啱啱放工翻嚟咧，佢煲咗青紅蘿蔔湯。佢話佢老公係個的士司機嘅，晚晚咧都係凌晨先收工，所以佢習慣咗深夜聽收音機等老公翻嚟。佢講得好自然，好平靜，完全唔似係講大話。阿強開始喺張紙上邊寫低所有嘢。佢唔知道點解，但係佢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，呢個唔係惡作劇。佢將淑嫻講嘅每一個細節都記低。佢老公叫郭偉明啊，揸嗰架車牌號碼呢係 AX3492嘅的士。佢哋住喺九龍城寨外圍嘅一棟唐樓4樓 A 室。
咁節目完咗之後呢，阿強冇即刻走，佢坐喺錄音室入邊呢，望住手上嗰張寫滿字嘅紙呢，心入邊有啲亂。佢做咗咁多年電台，見過好多奇怪嘅事，但係今次真係唔同。佢決定聽日去查黑。阿強行出錄音室嘅時候，撞到咗值夜班嘅睇緊老王。老王喺呢間電台做咗好多年，由70年代已經喺度，可以話係電台嘅活字典。佢成日話自己見過呢度所有嘅 DJ 由最早嗰批到而家。阿強隨口問老王啦：王伯，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個聽眾叫李淑嫻？老王一聽到呢個名，成個人好似俾電到咁，手上嘅地拖把差啲跌落地，咁佢塊面白晒，嘴唇震咗一震。老王沉默咗好耐，然後佢搖搖頭，細細聲咁講咗句冇，我唔識呢個人。然後佢就拎住個地拖，急急腳咁行咗去走廊嘅另一邊。佢唔敢望阿強，阿強望住佢嘅背影，知道老王講大話。第二日，阿強去咗中央圖書館嘅報紙資料室，佢有種預感。淑嫻講嘅嘢背後有啲嘢係佢需要知道嘅，佢忍住圖書館入邊嗰浸舊報紙嘅霉味，開始翻查1974年嘅報紙。終於呢，喺1974年3月嘅一份報紙上面呢，佢揾到咗一個小小嘅新聞報導，標題係少婦雨夜遭車撞斃，司機不顧而去。新聞入面寫住一名28歲嘅女子李淑嫻呢，喺九龍城寨附近過馬路嘅時候，俾架貨車撞到，當場死亡。事發時間係凌晨2點幾，落住大雨呢，佢嘅丈夫係一名的士司機，叫做郭偉明。新聞附帶咗一張淑嫻嘅相，相入邊嘅佢長頭髮、瓜子臉，笑容好溫柔。阿強望住張相，成個人呆咗。呢個就係呢2晚打電話俾佢嘅女人，一個係1974年已經死咗嘅女人。阿強坐喺度呢，成個腦一片空白。佢望住手上嘅報紙，又望下自己之前寫低嘅筆記，所有嘢都對得上，名、地址、老公嘅職業。出事嗰晚落住大雨，淑嫻呢喺電話入邊形容嘅就係佢出事嗰晚。嗰晚呢，阿強返到電台嘅時候，成個人嘅狀態都唔同咗。佢知道今晚呢2點13分電話會再響，佢唔知道自己應唔應該接，但係佢更想知道點解一個死咗23年嘅人會打電話去電台。佢想知真相。2點13分電話響咗，阿強冇猶豫，佢接起咗個電話。今次佢冇再當呢個係惡作劇啦，佢用一種好溫柔、好小心嘅語氣同淑嫻講嘢。佢知道呢個可能係佢最後一次同淑嫻傾偈。阿強問淑嫻今晚落好大雨，你會唔會出去淑嫻答佢會我老公就快收工啦，我要出去路口接佢。佢成日都唔帶遮嘅。阿強聽到呢度個心揪咗下，佢知道淑嫻講緊就係佢出事嗰晚嘅事。喺電話入面，阿強聽到淑嫻拎起咗鎖匙，打開咗門。佢可以想象到嗰個畫面，一個後生嘅女人喺個落住大雨嘅夜晚，準備行出街去路口接佢嘅老公。佢唔知道佢永遠都唔會返到屋企。淑嫻一路行一路繼續同阿強傾偈。佢話俾阿強聽，佢同佢老公結咗婚3年，好想要個小朋友。佢話佢老公雖然係個粗人，但係對佢好好。佢話佢好幸福，佢把聲好開心，完全唔知道即將發生咩事。淑嫻行到咗路口呢，佢企喺度等緊過馬路嘅。電話入邊呢，阿強聽到佢話：我好似見到我老公的士啦。然後佢把聲忽然之間變咗，咦？點解盞燈咁光嘅？阿強聽到淑嫻尖叫咗一聲，然後係刺耳嘅剎車聲、碰撞聲。電話入邊傳嚟一陣嘈雜嘅聲，好似有嘢跌咗落地，然後係死寂。電話斷咗線，阿強手握住聽筒，成個人都震晒。佢知道佢啱啱見證咗淑嫻死嘅一刻，唔係親眼見到，而係喺電話入面隔住23年嘅時間，聽到佢最後嘅聲音。佢坐喺錄音室入邊，好耐都講唔到嘢。天光之後，阿強冇返屋企，佢喺走廊等老王出現。當老王拖住個地拖行過嚟嘅時候呢，阿強攔住咗佢：王伯，我要你同我講真話，李淑嫻究竟係邊個？老王企喺度塊面白過頭頂支熒光燈。
老王終於開咗口，佢話俾阿強聽，1973年嘅時候，佢唔係睇緊，而係呢個電台嘅晚間 DJ，佢就係深夜心聲嘅第一代主持。淑嫻係佢嘅忠實聽眾咧，每個禮拜都會打電話入嚟，佢哋傾咗好多次偈。老王好清楚呢個寂寞嘅少婦嘅生活。老王憶述翻當年嘅事，佢又講嗰陣時嘅佢同而家嘅阿強一樣啦，都係夜晚11點開咪，凌晨3點收工。佢記得淑嫻把聲好溫柔，好似一隻受驚嘅貓咁。佢成日勸淑嫻要對自己有信心，要同老公多啲溝通。佢哋雖然從來冇見過面，但係感覺好似老朋友咁。老王永遠唔會忘記出事嗰晚，1974年3月14號嘅深夜，同樣係2點13分，淑嫻打嚟同佢傾偈。佢話要出去接老公收工，老王叫佢小心啲，因為落好大雨。佢哋咧一路傾，直到淑嫻話見到老公嘅的士，然後咧佢將聲變得好驚慌，講咗句盞燈好光之後咧，係電話咧就斷咗線。老王話俾阿強知，呢23年嚟淑嫻嘅電話冇停過，每隔幾年咧就會有個新嘅晚間 DJ 接到佢嘅電話，每一次嘅模式都一樣，佢打電話嚟，佢哋傾偈，然後去到2點13分，佢就會重複佢死嗰晚嘅經歷，然後電話就會斷線。佢好似一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已經死咗嘅靈魂，一直重複住佢生命最後嘅幾個鐘。老王喊咗，佢話咁多年嚟，佢都覺得係自己嘅錯。如果嗰晚佢冇叫淑嫻出去接老公，如果佢叫淑嫻留喺屋企等到雨停，或者呢個悲劇就唔會發生。咁佢繼續留喺呢間電台做睇，更係因為佢覺得自己有責任要陪住淑嫻，要等佢電話。阿強呢望住窗外邊嘅旺角，啲霓虹燈呢開始逐盞逐盞咁亮起嚟。佢諗咗好耐，佢可以做啲咩嘢？佢冇辦法改變23年前發生嘅悲劇，但係佢可以做一件事，佢可以喺淑嫻打電話嚟嘅時候陪住佢，俾佢感覺到自己唔孤獨，即使係喺佢生命最後嗰幾個鐘。嗰晚呢，阿強如常咁開咪，但係佢嘅心情已經完全唔同咗。佢知道過幾個鐘淑嫻會打嚟，佢準備好咗。佢知道佢冇辦法叫淑嫻唔好出門口，冇辦法改變歷史，但係佢可以令淑嫻最後嘅呢幾個鐘呢，聽到嘅係溫暖嘅聲音，唔係孤獨。咁2點13分電話響咗，阿強接起個電話，用最溫柔嘅聲線講咗句：喂，淑嫻，今晚又係你啊！淑嫻把聲同平時一樣咁溫柔，佢同阿強講佢今日煲咗咩湯，佢老公今日返工嘅時候唔記得帶遮，佢擔心佢會淋濕。阿強靜靜咁聽住，間唔中應一兩句，佢冇再提醒佢小心過馬路，冇再叫佢留喺屋企，佢淨係聽。同之前一樣，當淑嫻話要去接老公嘅時候，阿強心入邊知道會發生咩事，但係呢一次佢冇驚慌，佢輕輕咁講咗句：淑嫻，多謝你打嚟，聽日見。幾秒之後，電話斷咗線，阿強放低聽筒望住牆上面個鐘咧，佢知道下個禮拜六2點13分咧，電話會再響咧，而佢會喺度等住咧。由嗰晚開始咧，阿強繼續主持佢嘅節目，每一個禮拜六嘅凌晨2點13分，佢都會準備好接淑嫻嘅電話。咁唔知道有一日咧，淑嫻會唔會真係放低過去，唔再打嚟？但係佢知道，只要佢仲喺度嘅，佢就會一直等住啦，因為佢明白有啲人嘅存在雖然跨越咗時間同行空間，但係佢哋嘅孤獨同渴望係一樣咁真實。咁多位老友記，你哋信唔信有啲嘢係超越咗時間同行空間嘅？你哋有冇試過失去咗一個重要嘅人之後，總係覺得佢仲喺你身邊，用某種方式同你聯繫住？如果有一日你接到個嚟自過去嘅電話，你會同對方講啲咩？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我係 Max，祝你哋身體健康，我哋下個故仔再見。